喺度，拍拍喺度，你好，肺炎功能，好嘅一個綠豆沙，唔要凍嘅係咪？收到，馬上去。唔食反胃，早上早死仲要食齋，哎呀，唔小心整到昨天。喂，你有冇搞錯？到老地仲食得噶嘛？嘿，你未叫我驚死啊！咁先係噶嘛？食罐頭大餐。今日俾 Pet 食嘅呢個罐頭係嚟自捷克嘅品牌 Wolf， 原材料新鮮優質，採用稀有嘅肉源，而且係5大零添加，原設嘅大肉罐，睇得到真實嘅肉塊。Wolf 每年都會進行品質管理審核，確保產品符合寵物所需嘅高質量標準，傳遞產品安全有保障嘅睇得見信任。拿到就高能你啊，未食飽啊？嗱，呢啲留俾你嘅。食飽就眼瞓。喂，開門，趁我瞓着咗就晒嘅。